在平凡中見不平凡。出埃及記3章2至4節。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叢裏的火焰中向摩西顯現。摩西觀看，看見荊棘被火燒着，卻沒有燒毀。摩西說：我要到那邊去，看看這大異象。這荊棘為什麼燒不掉？耶和華見摩西要到那邊去觀看，神就從荊棘叢裏呼叫他說：摩西，摩西。摩西說：我在這裏。當摩西正在忙於處理佢嘅日常事務嘅時候，佢見到有一叢着火嘅荊棘。呢個喺當地嚟講係一個常見嘅景象嚟嘅，但係摩西就注意到一啲奇特嘅現象啦。荊棘俾火燒着咗，但係就冇被燒毀。摩西想要走近啲去仔細睇下。當神見到摩西放下手邊嘅例行公事嘅時候，佢就開口對佢說話啦。神喺摩西身上過去40年來嘅帶領，喺呢一刻就達到高潮啦。神嘅救贖計劃等待住摩西喺平凡中發現嗰個不平凡之處。有啲時候，當你埋首於日常瑣事嘅時候，可能就會忽略咗身邊唔平凡嘅事物啦。你可能正在處於一個睇嚟好似好輕鬆平常嘅時刻，但係就在喺此時，你可能就俾神嘅同在所充滿，或者你喺繁忙嘅日程中注意到一啲非常特殊嘅事物，你嘅第一個反應可能係：我太攰啦，實在唔想去搞清楚係乜嘢一回事。或者係我唔想俾佢搞亂咗我平靜嘅生活，但係或者喺呢一刻就係你遇見神嘅一次獨特機會。神通常喺你生活中一個司空見慣嘅場合對你說話，呢個往往唔係你喺教會敬拜神嘅時候。好多遇見神改變歷史嘅際遇，係發生喺生命中一段睇嚟好似係平凡嘅時刻。如果你喺睇落係平凡之處見到唔平凡嘅地方，千萬唔好繼續去埋首於日常嘅例行公事。或者呢個就係神計劃好要改變你同埋旁人生命嘅時刻。求神賜我哋一顆警醒嘅心啦，阿門。